為佇安平的聖樂倫天主堂正式開教佇1956年，除了作為教育聖跡，嘛設有天主教文物館收藏珍貴的文物。佇迎接聖誕節，天主堂選佇大港節第一主日，加入社區進行遊街，分享聖誕快樂，嘛宣揚愛甲平安的好消息，樂高酸甜。遊行當中，毛裝扮瑪利亞、約瑟加小耶穌的少年夫妻感受平安喜樂。街上的人祝賀，然後可以就是感受到很平安跟喜樂。弟弟也很乖，好 OK， 整路都沒有哭哭鬧鬧。是，對啊，是平安順利這樣，讓大家都能領受小耶穌降生的這樣的一個平安、寧靜、喜樂的心。所以我們的彩街遊行就是為了要讓大家都想起來，都來慶祝小耶穌的降生。天主堂為了邀請民眾做伙來感受聖誕的氣氛，嘛佇小炮台對面設立了全台灣上大的馬祖裝置，來模擬耶穌誕生的場景，向前卑微、簡單樸實來紀念耶穌的降生。同時佇主教的主禮，齊信徒加貴賓嘛共齊來見證點燈祈福儀式，向大家宣告一項普天同慶的福音，大放光明。台南新聞，阮吉採訪報道。